講到今暗時開始呢，各地頭的天氣變較無穩定。氣象署也講，南海頂頭有低壓系統正在發展，按算深更會對南台灣附近通過。拜五開始呢，就會受到這低壓系統抑個鋒面接近的影響，全台灣攏會落雨。那後禮拜有這黃山雨的鋒面到位，提醒咱的觀眾朋友就要注意這落大雨所造成的災情。頭昏夜夜飛，互人目睭白金。西南風增強，加加起來瓦緊。氣象署發布強風特報，台南縣南回地區的太麻里溪水尾出現沙塵暴現象。縣政府要求當地進行疏浚工程的廠商注意斷水，頭昏才袂夜夜飛。屋內都是沙子，門窗可能就要關小一點，要不然室內都是沙子。我們會再加強灑水的頻率，那另外也會同時通報我們本縣的環保局進行一個勘查。如果有違規的情形，會再進行開罰的動作。西南風甲午後熱對流相重影響，西半部地區禮拜四下晡開始，陸續出現雨水規工度。佇南海的低壓系統正持續發展，無排除變做熱帶性低氣壓，可能禮拜四半暝了後為南台灣附近通過，為恆春半島甲東南部地區帶來低延時強降雨。低氣壓影響到台灣哦，所以在南部還有東南部地區一整天的降雨情況會比較明顯。那在其他地區的話，要留意是因為低氣壓會那午後雷陣雨的情況會發展得更加的旺盛。氣象署提醒，拜五開始各地會落雨，東南部、西半部甲山區有大雨，午後中部以北甲大台北地區有局部性低延時大水雨。拜六低壓系統離開，不過各地也有局部低閃陣雨。禮拜開始低壓大影響，午後東半部是落雨熱區。再來主流方面報道，閣有西南風，是今年黃霜雨季頭一個主流方面。後禮拜二西半部會落大水雨，東半部會一直落到後禮拜日。全台灣各地都有陣雨或雷雨發生的機會。那其中雨勢比較大的情況呢，就是西半部會大於東半部。中尺度對流移動到陸地的話，可能就會帶來短時的強降雨。那麼也許是雨量這個可能70-80毫米，甚至上百毫米，其實都有機會。氣象專家林德溫示警，比起這禮拜五天氣不穩定，更加愛注意後禮拜開始到6月中，對佇主流黃霜雨方面的中小度對流系統刷入來，可能會帶來持續的強風大雨，地勢水災災情，提醒民眾一旦趁壓落雨時陣，先檢視疏通排水系統，做好防災準備。記者採訪報道。